下提的打拳的风格呢是非常的彪悍，而且呢又不乏技术的表现。而且这两个人从外形上非常有特点。其实你很少能看到拳击手像托尼克一样留了这样的一头飘逸的长发，是很有文艺范儿。而伊利夏提呢，则是被现场主持人说到呢，长得有点着急。作为一个93年的拳手啊，他这样说，伊利夏提难道真的不怕伊利夏提送他2拳吗？因为他们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哦，比赛可能会非常的火爆。哦，这位格鲁吉亚选手拳很重啊。对，不过还好伊利夏提防守做的比较到位。哎呦，这双方其实拳也都很重。是的，是的。对方一个前手还是打中。身高方面呢，特尼克呢是稍有优势一些。好的，但对方也防得不错。哇！连续的击负。两个人把头都压得比较低啊，漂亮。啊。哇，漂亮，连续的击负啊，打乱对手的节奏啊，改变对方的防守姿势。好的，连续的出拳进攻，但是对方防得不错啊，拳架抱得很紧。好，这样的话，第一回合结束了。我们看到托尼克呢打得还很勇猛，尽管屡次遭遇到对方这个伊利夏提的出拳，但还是勇往无前的靠近着伊利夏提。他的屈臂防守呢是很严谨，抱得很紧。托尼克呢其实也非常的年轻啊，只有20岁，但是呢，2012年就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秀。目前呢，在格鲁吉亚呢是排名第4。这个动作不规范。确实呢，托尼克的防守习惯还是不错的。但也还是吃了伊利夏提不少的重拳啊。好，第2回合比赛开始。这个格鲁吉亚选手左手的摆拳呢，特别有爆发力，速度很快，抡得又很猛，看起来很有威胁。好的。
哎，伊利夏提距离控制的不错，而且这种上下结合啊做的还是很好啊。好漂亮！很有气势啊，但是呢，托尼克的区域防守一直抱得很稳。这托尼克的抗击打能力也不错啊。因为他抱得很紧，所以说基本上没有漂亮，没有太准确的没有穿透进去。哦，好像是要弃权了对手。伊利夏提连续的进攻。这回合时间不多，看能不能抓住机会啊！连续的腹部击打呢，肯定是有反应了。伊利夏提的腹部重拳还是很重的。对，后池打掉了，终止比赛了。哈哈，优势非常明显。第二回合还有12秒的时候，伊利夏提应该是赢得了比赛啊！他连续的重拳冲击呢，给予对手很大的杀伤啊，让对手也是无力再支撑下去。连续的腹部击打呢，导致他这个呼吸，包括内脏、包括肋骨可能都受不了了。是，尽管体能没有问题，抗击打的这种能力呢也还不错，但是呢，确实是重拳杀伤力非常大。北京的伊利夏提安尼瓦尔真的是很凶猛，每场比赛打到现在，基本上没有让对手能够，很少有他的对手能够撑到所有回合打结束的。这场比赛呢，也是伊利夏提继今年8月份去澳大利亚呢挑战了米歇尔之后的第2场洲际的头衔战。那么这根金腰带就已经花落谁家就已经水落石出了。那么这条金腰带的颁奖嘉宾也是由广东赛事的承办方代表广东盛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费海江以及我们胜利世家的 CEO 李胜先生来颁出。祝贺伊利夏提。伊利夏提呢，他也是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他的父亲呢是一位排球的教练。但是呢，伊利夏提从小呢喜欢打篮球，但是因为身高的原因啊，放弃了篮球的梦想。本场比赛的获胜者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 红角伊利夏提，第2回合2分46秒 TKO 获胜。祝贺伊利夏提 TKO 的获胜。在12岁的时候呢，伊利夏提呢就开始了拳击的训练。这个168磅 WBC 亚洲拳击理事会金腰带。